出邊睇起嚟平實嘅居屋建築，入邊就百花齊放。今次我哋就參觀一個384尺嘅市區居屋單位，廳同房嘅窗就追齊，冇轉角位，比另一款嘅開則咧就相對是正啊。但係咧都存在客廳採光唔夠、開門建設等嘅問題。設計師就利用燈光、鏡面，亦都巧妙咁加入實用嘅機關，令到單位實用之餘，都保留咗舒適嘅空間感。裝修完成已經超過半年，比起一般設計單位，多出唔少實際擺設同埋家私，但仍然可以保持井井有條同埋乾淨整潔，正正是實用空間設計嘅體現。設計師 Nicholas 為呢一個接近400尺嘅單位間出2個睡房，打造3人家庭嘅溫暖居所。呢個全屋嘅風格咧，其實都就係要溫馨為主啦，再加上一個少少嘅型格，因為屋主都好中意養植物啦，咁要溫馨得嚟，要有少少型格，咁我就運用喺啲黑色同埋木色同埋好淺色嘅顏色去做配搭，咁以呢幾種嘅顏色令到個空間感覺得舒服同埋溫馨。2種用色比例以淺色為主，目的都係營造明亮感。咁坐喺梳化度正對嘅呢一邊呢，就安置咗一部超大嘅電視。咁呢一個電視櫃啦，都用咗薄身嘅設計，側邊啦都有唔少嘅櫃可以擺物品㗎。咁喺上面同下面啦，就用咗淺啡色，咁就條紙設計，同隔離主人房呢邊嘅房門用色一致，令到個空間感都大一啲。大部分收納櫃都係以淺色為主，入門口隔離嘅呢一個中空櫃都係咁，呢一邊仲有一個貼心嘅設計。咁喺一入門口呢個位置，設計師都有啲巧思。呢一面呢就係鞋櫃，呢一面仲設有一個換鞋凳，咁就可以坐低喺呢度換鞋，換完之後就可以安置喺櫃入面。白色條紙裝飾凳後面嘅呢一面牆身，上面仲有掛鈎，方便掛大褸或者手袋等。正對門口嘅位置都有一個地方，預留作為擺鞋同埋物件嘅空間。打造明亮感同埋空間感嘅元素，仲有飯廳呢一幅特色牆，木條紙同鏡交錯排列，配合上面嘅滲燈照射，有空間延伸嘅視覺效果，亦都可以喺出門嘅時候照鏡，一舉兩得。所有嘅滲光都係要打燈，即係其實所有嘅設計都要用呢個打燈嘅美學去襯托翻成個設計出嚟。你唔冇呢啲嘅配襯，其實所有嘢都會可能會變得平凡啲，同埋淡淡無奇啲啦，係啦。咁但係就有時為之睇波，咁以睇波為例啦。如果所有燈都熄晒，淨係得背景嘅滲光同埋電視機嘅光，個氛圍會感覺會再好啲。梳化背後有滲燈，順便都隱藏埋冷氣機喉，既美觀又實用。所有櫃或者吊櫃嘅底部都附有燈帶，補充光線。黑色作為點綴，全屋嘅範圍唔大，只有電視櫃側邊同埋梳化隔離，仲有玄關櫃部分採用黑色，可以達到襯托效果，強調色彩，展示心頭好就最適合不過。同長虹玻璃結合，更加可以加添型格感。咦，肯定啊！我哋見到呢間睡房嘅門啦，點解係用趟門同埋用呢一種材質嘅？因為咧，其實都想客廳會光猛少少啦，咁就因為喺房度嘅光線，如果用實門會遮住咗啲陽光或者光線啦。咁我係想用長虹玻璃，令到個屋個光線會多翻啲。咁同埋呢個門本身係一門兩用啦，係我嚟用嘅唔用嘅情況下，我嚟遮住呢個櫃嘅櫃門嚟嘅。咁當戶主如果想閂門去用翻呢間房嘅時候，就可以當門咁閂翻去咯。咁樣打開都好似有種朦朧味啊！
特別是放上盆栽裝飾等，令空間增添生機同活力。後面就係細睡房，戶主仔仔嘅寢區。地台床設計，床頭係簡潔灰色床頭板，床尾係分隔開2間房嘅衣櫃，櫃門向仔仔房間開。呢一個中空櫃內有玄機。當知道原來細房係有電腦上嘅需求，咁但係一個有限嘅空間係做唔到寫字台嘅話，咁我哋就會喺個間隔嘅櫃入邊去諗下動下腦筋。看似係櫃嘅層板，內側仲有一個凹位，向上提起拉出嚟，再輕輕反過嚟放平，就可以作為書台使用。主人房都係行簡潔風格，沿用整體設計嘅淺木飾面，一整面嘅衣櫃滿足儲物需要。主人房其實佢本身係有女戶主啦，有啲包包櫃去展示啦，一大組嘅衣櫃啦。咁個衣櫃上咁女士一定係好多衫嘅，咁變相就掛衫佢一定要有啦，同埋比較上會多少少。咁其次就係佢個梳妝台啦，咁化妝落妝都可以喺嗰個位置處理。有客人到訪嘅時候，喺側面嘅置物架都可以成為呢一隻怕醜貓咪嘅藏身之所。貓咪要飲水都唔使擔心，床底安排咗電線，供電俾梳妝台底嘅循環飲水機。貓砂盤就安排喺睡房外面嘅梳化隔離。廚房廁所空間冇法改動，只係調配咗廁所入面物件嘅位置，將淋浴間同埋洗手櫃各設一邊，中間係坐廁，動線更加合理。靠近牆嗰一邊規劃咗較大嘅空間擺大型物件，色調都有微調，喺層架、水龍頭、花灑同埋門柄等嘅位置加入金屬元素。至於廚房設有 U 型工作台面，靠近窗嗰一邊比較窄，但都可以擺一啲小型電器。另一邊就係備餐空間，櫥櫃下面有碗碟瀝水架，整體以白色為主調。